大家好早，欢迎大家今仔来甲大家囡仔讲，咱今仔是由第6组3位学生来甲咱讲阿里山的传说。咱花车拍落。大家好，我们今仔日要来讲阿里山的传说。传说，真久以前呢，阿里山叫做土山，因为呢，伊啥物拢无。其实即个山啊，安尼为虾米后来这个土山变到阿里山有遮侪树啊、花啊？一个当地一个故事是安尼讲。听老人讲呢，真久以前呢，这个土山呢住着一个人叫做阿里。有一天呢，阿里伊伫山骹看到一个虎。看到一只虎，咧掠2个姑娘，阿里看到，伊就走落去，嘣一声，虎的头就打落来，虎就死啊！咱2个姑娘呢，就足感谢的，毋过煞落来，伊搁拄这2个姑娘呢，搁拄着。一个老头，老头看一个怪怪的，阿里就跟把老头的头壳牙拍甲乌青啊！这时阵神奇的代志发生啊！老狗伊就无去啊，伊飞上天就无去啊！2个姑娘看到就足欢喜的，老无去啊，刷落来，围攻就来啊，哇，愈来愈大，这2个姑娘呢，足惊的，因就喊讲，歹代志要来啊，歹代志要来啊。啊，你就奇怪问，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呢？2个姑娘就讲，咱本来是天公的神女。听讲台湾通病有病，就偷来到遮，无想拄着掠虎，我家在你甲咱救，毋过拢怪咱算甲袂记个时间，药地就派老寿星来甲咱掠转去天公，咱会惊药地甲咱出发，无想要转去。迄时老寿星咧掠咱的时阵，你走过来，甲伊拍走啊！伊甲即件代志甲药帝讲，药帝一定会拍令，互雷神来烧了即代神母甲草帽。啊，你听因安尼讲，就惊着，敢讲就无啥物法度会当救即代神母甲草帽。2个仙女讲，只要有牺牲去死的人，走到南边比托山上，甲雷火引开，就会当保护着即代神母甲草帽。啊，你就讲，即件代志是我掠的，老寿星是我拍的，还是就互我去引雷火吧？伊讲了，就摕伊的拐仔向南边的托山走去。伊走了真紧，足紧的伊就登上托山，伊大声的讲：“雷神，老寿星是我拍的，你个仙女是我放的，即件代志是我掠的。”甲别人无关，你的雷火就朝我身上拍。即个时阵雷神就拄好来到涂骹山上顶，伊就举起迄个雷锁，到有响处，就拍一声，就听到轰隆一声雷声，甲阿里的身躯拢拍了甲粉碎。以后雷火就伫咧涂骹山上顶，用甲伊烧起来。雷神转身就到天公去交差去啊，因为即座山上无树，嘛无花无草，
所以讲吼落雨好，还袂烧着跋山腰着无啊。啊，你虽然讲去落雨下时啊，毋过比死以后吼，即座涂骹山会满山去，带生出了一批批的树木。人拢讲，即个树是阿里去落雨破碎以后的皮肉，啊，佮有头毛变成的。啊，迄个生物咧，就是老树生的迄只管仔变成的。迄两个生母看到即个影，就感动。因两个人就意话讲一个，阿里是为着咱两个，啊，佮有大家死的。伊死以后，皮肉到头毛拢变做树木，互人欢喜。咱两个就变做花草，甲阿里作伴，嘛会去互大家欢喜。除了以后，即座涂骹山才有啦树木，甲有花草。人为着要纪念阿里，就甲即座山主涂骹山改名叫做阿里山。